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又翻嚟㗎，咁啊，今次咧又請咗新嘉賓過嚟咧講一講大灣區，因為 keep 住咧大灣區咧朋友仔嘅反應都幾好啦，同埋我哋見到而家咧即係好多朋友都規劃緊啊，將來退休咗之後咧，大灣區揀邊個城市，咁啊其中一個咧近排都好多客仔會同我哋傾開咧，我哋叫做性價比幾好啦，我哋自己啲同事仔咧都有買咗嚟叫做作為將來退休之選嘅就係惠州啦。咁啊 Marco 咧就本身咧對惠州都幾熟㗎喎，咁會唔會可以講下而家近排啲客人咧對惠州嘅睇法係點咧？個客就真係嘅，佢都睇過深圳、中山、珠海等等呢啲位置啦，咁但係都未係滿意嘅。深圳嚟講雖然係近，咁但係問題係樓價未必合佢嘅，因為樓價始終都會高啲。咁但係中山、珠海相對都係話近嘅，交通時間都會相對係會多咗啲時間。喺佢嚟講，佢覺得係經過蓮塘口岸再過關翻到去惠州呢一邊咧，大概係2個鐘多少少咧，就已經係翻到去嘅啦。Marco 啊，頭先你帶出個點咧，就當然啦，交通費呢個因素，好多人都會諗啦。但係其實睇成個大灣區，好多朋友仔咧都會睇中山、珠海啊、惠州啊、深圳啊。咁點解惠州會脫穎而出咧？其實都關乎到個樓價方面嘅一個比較嘅。咁例如深圳最平嘅區域咧，都係深圳嘅東邊啊、坪山嗰邊啦，都而家就算話平嘅都要2-3萬蚊左右到一平米啦。咁以惠州嚟講，而家嘅水平價咧，平均嚟講咧，大約1萬蚊左右到啦。咁甚至我哋再比較下中山、珠海嚟講咧，咁其實珠海比惠州再高大概20% 左右到。咁而中山嚟講咧，亦都係比惠州有啲貼近嘅，但係仍然都會高大約可能係10% 至10零個% 左右到。咁另外佢呢個客係要求生活配套方面係非常之就近同埋方便，咁類似係返香港係一落樓下好方便嗰種。咁而港衞新天地東區點解啱佢？佢一睇就中呢，係類似太古城商場嗰啲咁大嘅，基本上係全部一啲香港品牌知名嘅品牌。咁另外就話上到個單位啦，咁一來現樓啦，都可以遠景望到開揚嘅一個城市景。Marco 頭先你都介紹咗幾個盤啦，都係筍價啦，100萬以內有交易嘅。咁但係有啲客有陣時都我見到都有啲中產中意喺國內買翻啲豪宅喎，或者叫大戶型嗰啲咧，仲有咩推介咧？哦，當然有啦。咁喺惠陽區有一個叫做星河丹堤，都出名嘅。咁首先交通上佢本身都有高鐵，近惠陽站喺附近嘅啫，咁就可以直翻到西九龍嘅。咁另外環境上佢本身都有山有水㗎啦，同埋生活配套亦都齊全㗎喎。佢本身有自己嘅商場啦，有當地嘅知名學校啦，都有3甲醫院喺附近嘅。咁而戶型方面，大約係你預翻100平方或以上嘅單位啦。咁稍為好少少嘅單位，你預翻個樓價140至150萬左右到起步啦。咁啊，聽咗 Marco 介紹咗惠州啦，咁我相信咧個 budget 幾闊嘅，即係中意靚嘢嘅有靚嘢嘅選擇嚇，經濟實惠嘅，咁我諗而家都係大部分人都朝呢個方向去諗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朋友仔想去睇樓嘅話咧，其實可以問翻我哋專家 Marco， 咁啊隨時幫你安排好。咁啊有乜嘢可以留言俾我哋。好啊，多謝大家。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